对呀，长情。
好好了，快回宫去吧。皇上，臣妾害怕。你怕什么？臣妾害怕遇见什么人，又要给皇上招惹是非。深宫官员，你还能遇见谁？臣妾方才来时遇见我爷。巧啊！是正着他下级才委屈的。可臣妾见他进了皇贵妃的有神宫。什么？他进了正王寝宫。大胆！朕就知道你不害死婉儿就不关心。为妃死了，官民死了，你完颜不够了。臣妾亲眼所见，请皇上速速派人视察。来呀，皇上，就让婉贵妃来请，是慢带他出门，立刻随上永寿宫来旨。臣妾今日总算明白，以前把错的错了。你屡次伤犯言儿婉儿，什么时候得过？与甄嬛私通者，不是问题，乃是亲好王。你该死！臣妾生是在有皇上，但要臣妾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昔日亡家，臣妾做不
为他是非公子命，皇上不言计量太用心，小心蒙山听，你不怕天报你，天子无畏惧，你好心将给你，皇上啊，他虚心就一路心。用得着你们来教训吗？皇上，皇上，为民皇上，信息差了，并无他人，怎么讲？并无他人。皇上，臣妾断言，他与秦侯王定有私情啊！来呀，将袜子来，一位进宫。皇上。压下去！皇上，皇上，想想，好话要说，是谁地狱所起？他也是王，是谁报他就义？地狱封上是谁接他为公？对谁年轻？又是谁？他在写生机会，因为我的左气死，一次次就得。自此蹊跷，臣妾断言，他与贞观绝非情薄之人。皇上，王妃作案八股，所言所量，无是甚非邪乎顾忌，正因他无兄死于春天，谋无王死。这位，你看，说对。不是我是一种保家卫国，皇上恩德所向天下。你这是一笔恨，这不是我王是一种保家卫国，皇上恩德所向天下。大胆！你不能死，朕要你活着，看一看，倘若没有王室一种，这天下万事不是朕的天下。皇上，来呀，将袜子来当着冷宫，永世不得免朕。就是变成鬼，请我杀我的。你很聪明，一句话就让他失了上台。臣妾卑鄙无礼，现在皇上审理。你知道朕要剿灭王室，王妃也是臣妾第一个孩子死，皇上就是如此话的。剿灭王室，你可安心了？得为兵权，皇上不应。你知道他是事情出征，臣妾只听说王爷是奉旨
皇上圣明，知道明月是非。他是万州人，该当时候处置。此事真话，一了百了。该死的是他。皇上，杀因周王之功，是皇上圣旨相查，此罪深重，大事莫你为公去吧。路。